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9月2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高校，聊一聊这个高校的横向课题、横向经费。这个横向经费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高校科研经费的一种。有横向经费，就有所谓的纵向经费。这个纵向经费你就理解成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立项资助的。你学校如果申请到这个项目，你就有了经费，这个叫纵向经费。那横向经费是什么呢？那就来自于社会上各个企业，如果学校跟这个企业合作搞一个项目，那企业掏钱，那学校就有了经费，这个叫横向经费。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这个困扰高校的横向经费。今天这个凤凰网它刊登一篇报道，就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咱们就知道这些高校的老师都在干什么，为什么所困，从而也知道咱们高校这个教育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作者叫王文清，他的标题是大学老师开始贷款上班。没听错老师要贷款上班，而且是大学老师。文章一开始就说要么走账，要么走人。他这文章是通过描写在西安的一家民办2本高校当老师的唐文生。这个唐文生呢，他是在澳洲留学应该是读到硕士还是什么的，因为口罩原因口罩期间他就回国了，先在国企上班，后来又跳到这个民办2本高校当老师。就是通过这个主人公唐文生的经历，为什么要贷款上班？我们看他文章怎么说的说期末考试刚结束，唐文生就被学校解聘了，请于3个工作日内来人事处办理手续。学校通知他，一切源于今年5月学校突然下发科研教研工作量认定及考核管理办法，这就是 KPI 根据这个 KPI 要求各职称教师完成一项明月横向经费的到账任务，金额为4.5万到10万不等。那根据你的这个教师的职称来的。唐文生是助教，那么他对应的就是要认领4.5万横向经费到账，而且必须要在7月前完成。这个唐文生他是在这个2本院校里是文学院的老师。很显然你让文学院的老师去社会上为企业服务，搞来这个横向经费，那是相当不容易的，可以说是不能完成的任务。年轻教师都在观望。1个月过去，汉语言学习文学系43位老师只有16位在横向协议上签字，完成率仅37%。文学院院长不得不开了一场动员大会。那天唐文生在线上参会，院长提点老师们说如果你能拉来横向科研项目，那是你的本事，如果你拉不来，你就去找一个公司做假合同。那怎么做呢？横向经费怎么做假合同？这个院长在会上传授经验，说硬性要求，这个就是横向经费是学校里面的硬性要求，每个人都要过关。学校给文学院下达702万到账指标，为了能在2029年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报硕士学位收入单位，学校必须保证接下来5年每年师均科研经费不低于4万元。这也就意味着唐文生需要连续5年完成横向经费到账。这是支持学科建设，支持升硕，也是要永久保住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的一个长久之计。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院长说你看这个意义在哪里表面上看这是学校有一个目标，这目标就是在2029年要成为有这个硕士学位是授予点。那你要达到这个目标，你就必须完成人均科研经费不低于4万元。实际上他学校根本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就把这个 KPI 细化到每个老师身上，老师自己想办法。美其名曰这也是为了保我们自己饭碗，让我们自己饭碗端得更牢。一个大学如果都没有硕士授予这个权利或者这个资格，那你这大学也办不长久或者没有竞争力对文学系教师们低迷的完成率，院长似乎感到痛心。我不知道我在文学院做院长做得如此失败。他一遍遍强调当他必须在某位教师的考核表上写下不合格3个字时，他会有多么的难受。他觉得同志们没有看清形势。现在的形势就是要么走账，要么走人，也就是要么你就找来这横向经费，要么你
你就辞职吧。然后院长也说啊，经济这么低迷的情况下，我们不严格要求，让老师失去饭碗，出去再找工作，这是我不想看到的。也就是说啊，都是为你们好，都是为了保饭碗呐。有老师啊向院长提出了困惑，说一是途径不太清楚，另一个就是有资金压力，也就老师啊不清楚这4万块钱我到底从哪儿找，我找来怎么这个入账，入了账之后这钱怎么又出去，经费嘛。也就是啊，老师希望院长再讲清楚这个横向经费的操作流程。院长现身说法啊，以自己为例，院长说啊，今年暑假自己家啊已经住了24年的那个房子要装修，他就找了个装修公司，和装修公司说啊，一块攒一个横向课题。那装修公司无所谓啊，只要你给我钱，我给你干装修，你装修费你不少就行。好，这个院长啊他就拟了一个课题，题目叫人居环境文化主题策划。你看看，给他自己家装修，他搞了个课题，然后他说啊，用 DeepSeek 做了一个10万元的装修方案。这方案有了，然后再合同约定，这个装修公司当然就实际上是他自己啊，他本人跟学校分批次支付调研费、设计费、实施费用。那这个钱肯定是从装修公司账上打到学校账上，是名义上看是装修公司跟学校一起搞了一个人居环境文化主题策划这么一个科研项目。实际上这个钱呢是院长支付给专业公司，这专业公司再打到学校的账户，然后这个院长呢到时候再拿着发票再去学院把这个钱给领出来。这10万元报销出来。这个文学院院长还说啊，这是真题真做一个课题就这么诞生了。你看还有经费有支出。另一位教师问，现在每个老师都是用自己的资金去报这个账，不管是贷款也好还是掏自己的资金也好，学校是否能保证我们的报销下得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钱从你的口袋到了学校口袋，那万一学校不给你报销呢，对吧？或者你报销你申请这个费用使用的时候他卡你怎么办呢？这钱毕竟到了学校口袋啊。结果这个时候教研主任啊接话了，说这个我估计学校不会不给的，因为我去年就弄了9万。教研室主任呢也现身说法，去年啊我就按这个方式已经搞了9万了，学校真给了，我当时也有这个担忧，今年我又弄了7万，没有这个信心的话我也不会再给的。这个教研室主任呢语气啊就没有院长那么笃定。在会议的最后，汉语言专业的负责人总结分享了他的个人经验，给大家传递信心。我自己也是贷的款，贷了1年，中间付了几百块利息，1年以后全款付清，报账下来是没问题的。你看啊，院长抛出一个思路，现身说法，后面有几个这个敲边鼓的说这没问题，我也这么干的，像极了这个传销这个会场啊。你说这都叫什么事？贷款充值，掏钱保工作。说尽管学院再三担保，交上去走账的横向经费会完璧归赵，唐文生最终还是没有在假合同上签字。他算了一笔账，横向经费到账后，学校要交 6.7% 的增值税，再收取 10% 的管理费，他还要花 4% 购买假发票。一圈下来，即使余钱能全部报销，他也损失掉不少本金。他每个月基本工资5000元，课时费40多一节，连续交5年横向，约等于赔了进去1年收入。你看啊，一个在澳洲留学回来的研究生，在西安一个月的工资啊也就5000块，他当老师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很多2线城市比如西安、合肥、南京、南昌、成都，这大部分人的工资就这个水平。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现在学校报销很严，不是所有的钱都能报，所以你的必须对上，因为像他们这种弄虚作假的这个项目和经费，那怎么对上呢？实际上没有，所以他那个发票还得买，这本身就充满了风险。钱还是小事，他更担心学术造假会给他的职业发展留下污点。唐文生是95后，本硕都在澳洲就读，学的是文化产业。工作之余他仍在寻找国外的发展机会。我的职业生涯可能是面对国外的学术造假，会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文学院近100位老师和唐文生一样，拒绝签字的有6人，均被学校辞退。更多人还是愿意花钱保住这份只能勉强糊口但至少体面的工作。就这个工作在西安那还是很不错的，值得你贷款去保住它。如今在很多社交媒体上搜索横向课题，会出现许多帖子在交流花钱自保经验，也就是花钱保工作的经验。这个凤凰网这篇文章说他是一位天津的大学老师，考虑到孩子要上学校的附属幼儿园，
卖掉房子，拿出40万充值横向经费。一位 IP 在安徽的教师惭愧地说：“是我太没用了，没有钱，没有能力完成预期的目标，不知道这样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同时晒出已向银行贷款8万元的截图，活跃在评论区里不乏专业中介，他们帮助教师匹配企业资源，并给教师做报站计划。一位名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在朋友圈里亮出一份汇款记录，表示今年2月他曾帮助一位金管老师完成100万的横向。配文是24年8月加的好友，今天突然成交，若非学校政策逼得太紧，谁愿意这么折腾？还有多的横向经费还有100万。我想这个横向经费越多，实际上跟着老师以后评职称恐怕这个也有关系。就像那个论文数对吧，在专业期刊上发论文，很多都是老师的这个要评教授或者是评对吧更高级的很多这个硬性指标。他这边又讲一个叫石云的，在苏北一家公办本科任教，也是一名文科讲师。他告诉凤凰网说，今年他所在的学校改革了考核要求，明确把横向课题写进了职称评定及岗位聘期考核里，如果完不成指标，绩效和职称评定都会受到影响。摊派到他身上的任务略高于唐文生，接下来3年每年要完成5万到7万的横向到账。我还没有听到哪一个文科老师能很正规的拉到横向。石云说和应用性强的理工科不同，文科很难直接产生社会经济效益，没办法，石云只能自己掏钱，再托做生意的亲戚朋友通过他们的公司账户把钱打到学校。横向课题正在慢慢成为考核教师们的硬性指标。这一变化，石云说他的学校大概始于2021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2020年新增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学位授予每3年评定一次，明确把教学资质和经费挂钩，对科研到账经费和学校收入提出相应要求。石云觉得高校通过上一轮冲硕士点的操作尝到了甜头，横向到账经费既能向上展示科研实力，参与考核比拼，又能为学校创收，哪怕管理费只收 1%， 对学校办学来说都是一笔收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刘义军2023年毕业后在中科院当了1年博士后，他观察已在高校工作的师兄师姐的状态，得出结论，现在高校的逻辑是要么给我名，要么给我钱。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钱就是横向，也就是学校让你这个老师来，你要么给学校你要带来钱，要么是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你有那个能耐你去申请，要么你就从社会上找钱来。多位2本院校教师表示，以2本院校的平台去申请国家级课题基本不可能。从唐文生所在的2本学院发布的文件来看，横向科研经费每到账1万元算10个工作量。与之对比的是，国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结题算2500个工作量。石云最担心的是法律风险，合同如报销的流程经不起严格的法律审查。你看这个还涉嫌贪污腐败，虽然是你的钱打到学校账户上，但是你又通过什么发票对吧，什么东西把它报销领出来，那这个已经涉嫌犯罪，等于你留着一个把柄在学校手上。他认为，尽管校方暗示老师去造假，但校方并没有下达红头文件明文要求，出了事学校不必承担风险。所以无论是院长还是教研室主任，都是暗示你，没有给你发个红头文件，对吧，说你就照这个办。眼下他正发愁，财务处对横向经费开支的报销要求如此狭窄，今年他得买多少东西才能凑够5到7万的发票？那有人就说了，你这是2本院校活该，本来就该淘汰。实际上错了双一流学校也一样，或者叫1本院校对吧，也一样。我想双一流也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目标就是2本院校这么整是为了保本升硕。那1本院校呢，人家也有目标对吧，人家也要进双一流对吧？那双一流呢，肯定人家向更高的目标
看齐。所以并不代表啊一本院校或者双一流他们的老师就轻松。吴建军在北方一所理工类院校任讲师，他说，从学校各类文件通知来看，我感觉在冲双一流，从上到下卷得很。2021年8月，吴建军从一所985高校博士毕业，投靠简历入职了这所一本高校，学校实行预聘制，首聘期4年，通过聘期考核后才能转为长聘。他和学院签订了任务书，首聘期内他需要完成累计100万元的科研到站经费，他努力完成了指标，但等他去交材料，人事处的老师告诉他，今年得按副高的要求来，累计150万。我今年咬着牙还得再弄50万。吴建军说文件解释权在学校手里，无论是因为领导要政绩，还是学校要名气，这2年吴建军面临的业绩考核一直在加码。他举了个例子，假设学校有100个任务，10个2级学院，一个学院肯定不能只分10个，至少得分12个，学院分给老师又会再加系数。这个就跟你小学考试一样的，你想考60分，对吧？那你就得照着80分努力啊。你想考60分，如果你说我定的目标就是60，我就照着60努力，那你10有8九啊不及格。所以目标是60分，那你努力的方向就是80分，这样确保啊能过60。这个学校啊定任务是一个思路，你看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要这个留出冗余。这突然增加的50万，吴建军虽然无奈，但也有信心，这是因为他也早给自己加了系数。你看，为了完成100万的任务，我给自己定了300万的任务，这样我才有把握完成100的任务量。这老师更狠了。交流起来，吴建军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工作前3年，他特别恐慌，整日里状态都很紧绷。虽然和文科相比，工科在和企业合作上有优势，但即便项目谈成，经费到账也是有周期的，往往活干完了，手续还没走完。焦虑的时候，吴建军也曾去银行研究过能否贷款，但没有走到那一步。我的业绩从去年开始慢慢上来了。为了拉横向，吴建军还去北京读了个博士后，去想办法拓展合作。如果能拿到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那就是碾压式毋庸置疑的能通过考核。但数据显示2024年国家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仅为 15.5%， 对师门不够强大、人脉资源匮乏的普通教师来说难度太大。学院内部也有派系。吴建军说以市科技局纵向项目为例，对院长派系的教师们来说申报容易，他自己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他所上交的150万都是实打实向企业争取来的横向经费，纵向他根本拿不下来。而且我可以肯定，随着经济形势低迷，企业也很难拿150万跟你搞个什么项目。企业现在工资都不好发了，也没有富裕，也就是对老师来说这一块是越来越难。最后恐怕只有像那个2本院校一样做假账、贷款、充值。在吴建军看来，阶级固化在高校也很明显。如果他是富二代，家里不缺钱，200万大笔一挥，他就能够过得很舒服。或者如果他是长江学者的门生，发论文出成果也会方便。如果能顺利通过首聘期，接下来吴建军下一步的规划是研究人，研究如何和人打交道。他觉得所谓的学历脑力劳动在权力和资源面前是很微弱的，努力搞横向这2年，他对科研的认可度逐渐降低。其实人生要有机会，但领导干部何必要搞技术？教学是最不重要的事吗？和吴建军一样，王森也对科研感到失望。王森今年43岁，博士毕业后在山东一所公办2本院校工作了7年多，他是文科讲师。今年年初，学院向他摊派了70万的横向到账经费任务，他的年收入不过10万，这也太狠了吧！这可是博士毕业，43岁了，在山东一个公办的2本当老师，一年收入就是10万。关键他已经43岁了，而且博士毕业，这个待遇首先不容易关键连这个工作他还要找70万的横向经费，他拿不出这个钱来。学院领导找他谈话，建议他把房子抵了，再自己注册个公司。有些老师的确那么干了，但是我干不了。一旦中间有什么闪失，房子没有了，我的父母住哪里呢？我也不可能拿父母的养老钱去做这
个有风险的事。王森说啊，现在看来，王森觉得领导就是在 PUA 他。他对王森说啊，别看你是博士，现在博士也很卷，30岁的博士我们都嫌年龄大。那他已经43岁了，那言下之意就是你这年龄已经大了。王森在2017年开始找教职，那是博士进高校最好的时候。那2年，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战略，合并3本院校，许多地方学院升级为大学。但短短几年后，高校教师就快速超编，博士进高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王森觉得现在的高校教师和公司里的员工是一样的，拉横向课题，就像在拉赞助、卖保险。过完年，王森选择了辞职，除了无法完成横向任务，王森决定离开。另一个原因是他放弃做科研了。本该专心做科研的时候，他总是患得患失，陷入灾难化想象。这个立项书要是投不中怎么办？情绪和状态都非常差。所以很多人想象的老师很容易啊，老师多轻松啊，尤其大学老师，对吧？一年假期那么多，完了上课好像也很随意。鞋子啊，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谁苦啊，谁自己知道。实际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大学老师抑郁的，对吧？选择这个自己了结的，还有这个各种病啊，暴亡的，其实非常多。某种程度上反映的其实就是压力大，对吧？大学还有什么叫飞升即走，这是专门对那些青年学者，对吧？设计的一款量身定制的 PUA 方式。你不要以为你到了一个大学，好像你或者到了清华，到了北大，你好像就怎么着了。实际上那压力是更大。读书的时候，他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读完博士，他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适合做科研的人，除了要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还要有很强的公关能力和其他人打交道的能力。他不擅长，但是付出了那么多，他又没办法放下。这个我告诉大家我遇过很多这样的人，高校的老师，有进取型的，有躺平型的进取型的，他博士毕业，上面还顶着名师自己的博士导师是院士，自己也是教授，为了拉这个横向课题那陪那些做企业的狂喝酒，各种酒局，还有 KTV， 这个很多人恐怕都难以想象教授那也得去各种上 K 为了拉个项目，拉个课题，一顿饭喝1斤多茅台，那是很正常我认识的，他的任务就是100万一年。为什么他是100万呢？因为他还有国家项目，所以他是进取型的。他手上的国家项目还是保密的，涉及军工我认识另外一位呢，是个女生，平的副教授，也是博士，而且还留美，在美国当过访问学者。他就是躺平，他就觉得教授是没戏了，能副教授到退休就已经烧高香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头发都白了。你说当老师头发都白了，你说压力多大吧，多焦虑吧。传统印象里的高校老师工作稳定、自由，有寒暑假，但这2年青椒叙事早已不是这样了。诗云说，所谓的自由就是自由地加班。他如今身兼数职，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早上睁开眼就工作，晚上12点还要给同事发消息。对有科研志向的青年教师来说，寒假更是不可能休息。每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接受送审，从12月开始，教师就得为自己30页的立项书精雕细琢。高校老师性价比逐年降低。诗云说如果让他给博士生建议，他会讲清楚所有弊端，但如果对方对科研有热情、有理想，他还是会鼓励他们进高校。自己就是这样，虽然不能成为所谓的学术大佬，但诗云说他对学术仍然有理想。如果离开高校去做公务员，或者去做教培机构谋生当然可以，但精神层面滋养就会弱很多。再三思虑后，王森决定告别科研。他感觉自己从读博到工作一直走在世俗层面正确的道路上，但他越来越感到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他想要的，他没有找到科研的真正意义。辞职前不久，他在3个星期里感染了2次甲流，也是因为生病，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手的。在辞职报告上盖完公章，他感到释怀。王森打算去做独立老师，给学生提供学业规划咨询，教书育人认识他热情所在。他希望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帮助他们找到擅长之处，这是如今的大学里他难以实现的。这个王森的最后的想法，那不就是成为詹雪峰吗？詹雪峰据说现在封杀了为啥封杀了咱也不知道，就像那个科克一样就是我反对这种封杀，就像捂嘴一样的，对吧？你不让人家说话，
各个平台都不让说，大概这意思啊。有没有到这程度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没太关注。我今天看了新闻，就是我反对这种直接封杀。但是詹雪峰老师被禁言，就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这种愉悦，或许是格局太低吧。他不是说他要捐5000万1个亿吗？不知道有关部门有没有把他这个5000万1个亿给他冻结？他说他一直放在账上的啊。这个詹雪峰老师他说他为他的员工预留了半年的工资，一直放在账上趴着。我不知道他这个半年的工资是不是那个5000万，或者那1个亿，或者是性质是一样，就是画了一个饼，还是真的有。如果真有的话呢，他说了200位员工半年工资。我们假设他的员工都是1万，他的员工工资可不低啊，这都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假设1万，那1个月就是200万，这是最少的啊，因为他还社保，对吧？他要交这个五险一金，企业就是詹雪峰所要支付的，那肯定那支付1万的是最少的，1个月就200万，对吧？6个月就是1200万，这些钱是不是在账上趴着的？关键是詹雪峰自己说他说这些只有公司核心高管才知道。那言下之意就是公司的员工是不知道的。但现在好了，你们知道的都是高管全网络都知道了，就他们公司员工不知道。这让我感觉好像这个又对东北人又多了一层那个大忽悠的意思。恰好他也是东北人，所以詹雪峰被封杀，虽然这个封杀不好，但是还是让人愉悦。结果这个老师打算辞职也去给学生提供学业规划咨询。所以我劝这个老师那还是再重新考虑考虑。詹雪峰这个赛道或许正在关闭。但是咱们还是说回了这个高校横向经费这个事情。我看完这个报道之后，其实我想的是别的地方，也就是说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就公然教别人造假。因为我认得好多教授他们还没有造假，他们只是想方设法就拉这个经费，那经费还是真的。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我说哪个单位愿意花100万跟你搞科研的？你那科研有啥用啊？然后他神神秘秘的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很多国企他也有这个经费要花掉我恍然大悟，因为很多国企它也有科研经费，这个叫什么科研，这种叫科技投入科研经费大家记得吧？上市公司也有科研经费这一栏呢。你在这儿投钱是为了修饰自己的报表，表示你花了多少钱在科研上面，说明我们公司有科技实力而且跟哪个对吧985、211大学合作。我恍然大悟，我说因为我是搞企业的，我知道你们的科研成果转化为这个企业的效益，那简直是10万8千里但是今天凤凰网报道的这个2本院校1本那都开始公然造假。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教你造假，教老师造假，那老师教学生造假那就很正常了。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造假成风，对吧？这个数字都是假的，大家心知肚明。论文也是假的，对吧？我记得有报道咱们好像论文期刊数咱们是全球排第1，发表了论文但是被人家引用非常少，也就是质量很低。你看经费也造假，老师就是学校教老师造假，老师那就教学生造假。大家还知道这个叫什么？每年大学生一毕业的时候，那学校公布的他们就业率那都是90%多，实际上都是造假的，对吧？也就是大学本科你毕业的时候，你就得给学校交一个什么求职什么意向书，就表明你已经找到工作了。然后这些学生就到处托亲戚找朋友，找个公司盖章，这个人找到工作了。所以你看这个造假是从哪儿开始的？不断的强化。这横向经费不就是公然造假吗？让老师自己找钱打到学校账户，然后通过发票把它报销出来，就是为了保自己的工作，为了完成 KPI。 所以我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王安石变法。这王安石变法呢都觉得的初衷绝对是好的。我想这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吧？他提出好多要求，那他初衷是好的，但是下面学校为了完成，为了达标，就好比那个王安石他那个青苗法，初衷绝对是好的。那一样的下面各级官僚为了完成 KPI， 为了达到目标，就各种造假。你看就像这个老师一样苦不堪言，王安石那个变法也是下层官员一个个的苦不堪言，最后只好造假，让需要贷款的人你贷不着，那些不需要贷款的人逼你贷款，最后是怨声载道，民愤极大，大家恨极了这个变法。所以今天通过凤凰网大家可以自己再多听一听，多看一看，从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到下面学校，再从学校到院里，再从院里到老师，怎么把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一个初衷是好的，但最后变成老师的负担，变成造假。我想其他行业大体如此，都差不多，对吧？学校都这样了，那你说其他行业你还指望它能好多少吗？所以我经常说你不要相信，对吧？那些数字只能是参考，只能是横向参考、竖向参考、纵向参考，只能对比着，你不能相信它。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